终于能够回台湾了，坐上了大巴车。可是没想到上车以后，有一个就是涉台事务科的科长突然上车告诉大家说，很遗憾的告诉大家，你们的飞机取消了。他说不是我们大陆的问题，是台湾当局拒绝你们回台湾。我当时听到的时候，整个人有点崩溃。但是呢，我不敢相信我们的国家不让我们国人回来，而且我们还带着小朋友。我相信我们国家不会这样的，一定是两边肯定是有什么问题没有协商好。我小朋友才2岁，我们多待在这边1天，因为我们一定会出去买东西，买生活才买的一些物资。我很担心说，万一我们出去身上携带一点病毒，万一传染到给他怎么办？这边大陆这边的医疗现在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有病床，而且得到这个病。我不想说那2个字，肯定因为很多人都死掉了。我们现在住的社区，以前是有病患的才会封起来，可是现在每一个社区都封起来了，都不让说，就是整个城市所有的居民都不能出门。出门的话，必须要跟街道办事处去申请，他拿到一个就是像那种通知单那种申请表，有通行证了才可以出门去买菜。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我们还带着小朋友，家里面还有台湾那边还有我年迈的父亲在等我回家。但是我们真的很想回家，每一天都很想，每一天都是煎熬。那有说大概什么时候下一次回来的时间有透露给你们吗？本来说2月6号还有，但是他们说现在通通都取消了。我们现在回来又变成遥遥无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。